寡人總是聽月兒說長道短，但從未聽你提過父王。魏後待你刻薄，難道你父王也待你不好？父王待月兒再好不過了。如何是好？父王是月儿的大老虎，我是父王的小老虎。儿时，我常到父王的大殿里去玩，我觉得父王一個人坐在大殿裡很寂寞。我吃着父王案頭的點心，還給父王捶背。父王要是批奏章批累了，他就會背着我在大殿裡轉悠。寡人看書簡也看累了。来吧，小老虎，寡人陪你做回大老虎。大老虎，你真的背我？君无戏言，来吧。小老虎可是有點分量哦。嘿，不重，不重。大老虎的腦袋，我摸的；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鬍鬚我也摸的。做小老虎真的有那麼好嗎？那是，做小老虎自然好。小老虎比大老虎還威風呢。那大老虎要跑快一點啦。還要不要快一點？大老虎快跑！準備好了沒有？下來吧，小老虎。大老虎背不動了，給寡人鋪床更衣吧。
318年，芈月被册封为八子，为笔中耕，录制千担。从此，芈八子成为他一生的名字。月儿本以为，即使与大王同屋而眠，也不过到此为止。谁知孤男寡女，同屋不同榻，若不是太无情，便是用情太深。这么多后宫女子，只有你能得到大王如此垂青。姐姐，姐姐不会因此責怪芈月吧？大王看重妹妹，临幸妹妹是早晚的事，姐姐應當替你高興。王后，可以歇息了。